为了要加强民众伫咧工课场所的边框观念，劳动部今年特别用关注民族，也佮有新的俘虏这两个概念来翕影片，想要用戏剧的方式来挖进民众，互民众了解到，若准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，就要勇敢站出来。做人头家或是做人劳工的，拢要互相尊重。希望大家做伙来重视工作边缘的议题。歧视，这个算不算是歧视啊？没关系啊。习惯了。也平是咧讲原住民因为身份甲文化无同，常在伫工课场互人歧视。今年劳动部特别以“你就是家己的工”做主题，拍影片加强宣导民众伫工课场的平权意识。劳动部望透过影片，鼓励大家伫工课场拢爱无分族群、年龄、性别做家己的工。我要将我工作中所学的一切，我要自己设计、自己品管、自己监工。我要亲手在那一块地盖一栋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。故事上尾讲到原住民后来伫工课场找到自信，找到家己的工。另外，根据劳动部的统计，性别平等工作申诉件数内底，受审理的件数111年是381件，112年增加到566件。劳动部强调，伫112年增加较侪是因为Me Too运动，加上性平3法通过，民众会主动找资源来保障家己的权益。亲像有新的妇女可能会需要兼顾家庭甲工课，这也是真侪妇女会拄到的挑战。单纯的宣导的方式，可能大家会感觉伤教条，所以阮拍算用电影的方式，互大家透过艺术的欣赏，有法度产生共鸣，有法度达到职场上的平权。劳动部表示，希望用戏剧的方式挖进民众，让民众了解原住民甲有性妇女伫工课场平权的观念。劳动部处长嘛强调，即马法律有规定，若是员工伫工课场受歧视，就会执法。毋过处罚毋是目的，上重要的是望所有的人拢受到平等的对待，做伙建立平等的工作环境。记者张家佳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